高雄市台中的新光三活百货公司，惊挖斗的时阵发生爆炸，目前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，26个人受伤。这消防局初步去了解，真有可能是这12楼的装潢施工才造成爆炸的。市长罗秀燕就表示，会赶紧启动调查。那百货公司的总经理也赶来到现场，也讲会担起相关的责任。民众开车经过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新光三活百货大楼前，百货12楼汹汹爆炸。爱尔兰跟太夸张了！爆炸声了后，火焰真大，真侪砖仔架位12楼落落来，现场那亲像去互崩过共款，还佫有人倒伫涂骹等待救援。当时当地世界民众讲到代志发生迄当时，也是心惊惊。很大声的震动，我们那时候第一时间以为是地震。然后后来发现说不是地震，因为有碎片从那个电梯的那个上方全部都掉下来，很大的爆炸，我就趴在地上。哎呀，我公司在旁边啊，一爆我就趴在地上，全部都是烟。台中新光三活13中昼11点半发生严重起爆意外，消防局局部派遣大队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佮启动大量相关机制。到下晡4点，疏散差不多230外民众，现场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，其中2个人是百货员工，另外有20外人轻重伤。台中市消防局表示，爆炸位置初步判定伫12楼。据了解，它是瓦斯气爆。那了解的情况是说，今天早上在12层楼的地方有在做施工的动作。那是不是因为施工导致气爆？这个部分我们还要等我们火调人员调查了以后才会做一个厘清。据了解，那个楼层好像是美食楼层哈。那这也是，但这不是最后 final， 因为国家或者政府正式的调查，它有一定的程序，但是检察官已经到现场了哈。消防局表示，当时12楼美食街正在进行装潢，不过是不是爆炸原因要调查，因为爆炸威力真强，致使楼地板规个有崩塌的情形。市政府赶紧请土木技师加建筑师会勘，初步了解，损害拢是外壁甲架间，建筑无入去的危险。意外发生了后，新光三活的高层嘛赶到现场。我们自己的同仁也有受到伤害，所以我想让我们接下来先去处理，那后续我们一定会跟各位来做报告。新光三活总经理表示，公司会配合相关单位的调查，并负起该负的责任。市政府表示，在查清楚爆炸原因了后，会追究相关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